中国广播公司，也就是中广来公布着总统大选上新的民调，赖清德也是第一，31.89%，第二名郭文哲24.62%，侯友宜也是第三名，17.93%。讲就算郭台铭愿意做副手，侯友宜配郭台铭，嘛是输民进党的赖清德配萧美琴。针对这份民调的结果，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认为，南北一定要合作，讲只要国民党甲民众党来合作，选举就赢了。两个候选人，国民党、民众党都必须要合作才可以啊，否则你就是罪人啊。讲2024大选要赢民进党南北两位总统参选人爱整合，因为上新的民意调查出来第三卡赌的情形下，侯友宜民调17.93排上尾名，赖清德31.89支持度第一名，郭文哲第二。侯友宜不是拉不起来啊，他要有一些比较石破天惊的一些针对不同族群的一些有利的政见。剪刀男的发起人赵少康分析讲，侯友宜民调这低，主要是政见无啥物特别。另外，阿军的支持者无整合，嘛是一个大原因。另外一份针对郭台铭正副总统的做法嘛进行民意调查，不管是侯郭配还是郭侯配，拢是23%、25%支持度，输给赖萧配30%。那么赢过赖萧配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侯郭配有人阁想要换侯友宜啊。这个组合凸显的事实上是一个意义，就是必须只有两组候选人，那再也就有可能赢。敢要将侯友宜换掉，党内人士认为讲，第7月23，国民党全代会进程要延至过早，加上即马风声讲，国党要独立参选，即马互蓝营的整合加正困难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